自后2026年1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领袖的担当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3章21到29节。迄时，我吩咐约书亚讲：你有亲目看到上主你的上帝对这两个王所做一切的事。上主嘛要亲像安尼对待恁过好了后拄到的国家。恁毋免惊因，因为为恁交战的是上主恁的上帝。迄时，我恳求上主讲：至权的上主，你已经予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伟大，你的权能。伫天顶，伫地上，无任何生命会当做亲像你所做大权能的作为。求你予我过约旦河，看到迄边肥的地、水的山，甲黎巴嫩。毋过，上主因为恁的缘故，对我生气，毋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对我讲：好啊啦，你毋通阁对我提起这个事。你着上比斯加的山顶，举头往东西南北详细看，因为你袂当过约旦河。毋过，你着吩咐约书亚，甲伊鼓励，予伊坚强，因为伊要带这人民过去，予因先接你要看见的地。对安尼，咱就留伫比拟对面的山谷中。领袖的担当。日本动画《鬼灭之刃》之所以互真侪人感动，原因在于角色的塑造，互人感受到主角对信念的坚持。就算主角当下看袂到梦想的美好未来，也不惜牺牲家己，简单希望会当借着家己淡薄仔的付出，会当帮赞伙伴战胜强大的敌人。当摩西经历2场四世级的胜利，伊检采感受到新时代已经来临，上帝作风改变，以早的大受气远离，所以摩西想要借由恭敬的祈求，互上帝撤回生命，希望家己会得通如愿进入迦南美地。摩西一生侍奉的终极目标，就是会当看见家己牺牲奉献的成果，亲身带领以色列百姓跨越约旦河，看到迄边肥的地、水的山，甲黎巴嫩。总是上帝拒绝摩西，搁以受气的口吻禁止伊继续争取。这件事诚做摩西的心中之痛，伊失望至极，甚至伫申命记中向以色列人提及这件事。上主对我讲：好啊啦，你毋通阁对我提起这个事。对伫无功劳也有苦劳的摩西，上帝的听法减有合理。相信有人并无认同，毕竟主因有一寡混沌不明。譬如讲，民数记20章的叙事，当百姓伫米利巴埋怨无水通啉，摩西被激怒，伫行新耶时，擅自责备群众，击拍石盘，因为安尼上帝宣称摩西无遵伊做圣。若是摩西倒位做毋对，读者简单会当透过圣经的讲述来详细推敲。总是对终极一生顺服上帝的摩西，安尼的代价未免无符合比例原则。因为安尼也有一种讲法，摩西的受罚是因为伊作为领袖，
必须甲出来及的迄一代的人共同承担后果。伫现代民主社会，政治人物伫咧面对重大失败时，有人会用辞职、落台，也是退出政坛来表示对结果负责。此举显示，一个有担当的政治人物，并袂顺势会用负责的态度，互被争议耽误的公务，通尽速停损，重新步上正轨。检察袂当进入监地对摩西有寡无公平，但是对以晚辈为主要支条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却是换回成功的最后一里路。接落来，新世代将由新的领袖率领跨越约旦河，领受新的土地，因为安尼，摩西的最后任务是要将领导的火把传承予约书亚佮顺服。尽管安尼，上帝也允准摩西对比斯加山顶详细观看，独独袂当跨越约旦河。上帝创然严厉，却依旧有怜悯，伫某种程度上满足摩西的心愿，也互咱感受到摩西和上帝的关系，确实亲像朋友遐尼亲密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伫所负责的服侍中，会当忠实伫上帝所托付？我是毋是伫所负责的服侍中，会当忠实伫上帝所托付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对伫阮的服侍，你所喜悦的，毋是人的成就，是阮愿意甲你同行。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亲像中保委身，也希望我甲你的关系，亲像朋友般的亲密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